汽车在俄罗斯到底卖到多少钱？让我们一探究竟。走。今天来到了俄罗斯远东第3大城市的中国汽车 4S 店，这里距离中国只有750米，冬季乘坐这种气垫船就可以一日往返。UNI-T 在国内多少钱10万，在俄罗斯385万卢布。UNI-T 在中国多少钱14万，在俄罗斯490万卢布。那这车在中国多少钱的7万多，在俄罗斯330万卢布。朋友们，咱们这种最普通的中国汽车来到俄罗斯摇身一变，变成俄罗斯人民的奢侈品。212 13万起，在俄罗斯470万卢布，折合人民币40多万。这些吉利随便就这一个300多万一辆，这么贵啊！那必须的。兄弟们，有钱都来俄罗斯买车吧，太贵了。